就有郭富城去擔任步驚雲呢個角色啦，雲師兄。雲師兄啊，咁佢呢個角色其實係最跟足原著咯，我覺得個造型上，藍色頭髮，藍色頭髮，比起其他人咧，佢就即係佢喺呢套戲其實係最突出嘅造型啦。即係可能其他人都係普通古裝，但係佢又有個貼臂咁樣啦，跟住又有個袍咯，本身出嚟，係啊，好有啲好漫畫成個 feel 就係有幾個場景咧，其實都顯得佢好鬼有型嘅。其中一個最深刻嘅場景咧，就係佢即係換完個麒麟臂之後，一發功咁樣跌喺個水就打咗幾個嘣嘣嘣嘣咁打4下咁樣，嗰個畫面都好正，好有型啊！好中二病啊，幻想自己都有啊。同埋佢出場嗰陣時，臨瀑布嗰度咧都好正啦。係啊，睇翻佢個拍攝花絮啦，就話嗰個瀑布咧原來係得2度4度咁樣好凍嘅。郭富城就頂硬上啦，又要喺側邊係咁喺